好哦，好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炙恁的网络好厝边。今日吼算是，莫后白讲话，遐要讲作用无，好，就是请到两位朋友来做伙开讲吼。咱先为我倒手边阿英吼，请阿英向大家介绍一下家己好无？好，大家安东，我是为前国时代来的李爸，福塔鲁，大家会使叫我阿英哦，嗨，老朋友啊。这毋是顶回迄个你讲你要准备迄个台语的介绍家己叫我甲你倒互看者，一模一样，你有背起来呢？哎呀，我就厉害袂？你足厉害的是，足认真的。要用这个大概就安尼。我嘛有一个固定啊，头拄仔有讲吼，就是迄个大家暗晚，大家我是火炙恁的网络好厝边吼对，就安尼，欢迎大家今日来听阮开讲，好搁来请我正手边的小子去介绍一下家己好无？各位暗安，大家好。我是因为这种台语就感觉足奇怪，因为我这名本地就日本名，我千羽孝月啦吼，你叫我千羽话孝月嘛会使吼。我是个人出来做的吼，大部分拢咧算拍电动较多。有当时嘛会开甲客户吼，大家人做伙来开讲无甲我其他的武员吼安尼，对甲人算一下吼。因为下早时普通拢是咧做上班啦吼。所以咧，若是要直播的话吼，拢是伫暗时较多。那希望吼，大家吼，有想要看的迄个电动吼，有要买的吼，这其实拢毋免惊我的负担吼。买做伙算的拢会当来甲我投诉者吼。安尼感谢各位吼。哦，好，我知影迄个你拢有愿意甲观众做伙算的，所以若有介意想要找千羽做伙算，会使去找伊哈。两位的频道我拢有放伫说明遐，所以恁会使点入去，就是先迄个眼仔拍开订阅先支持一下吼。好，感谢。多谢。安尼咱今日的主题吼，我感觉这背景有影是有迄种节目的气氛吼。今日要来讲一寡科学较无好解说的物件，无好解说，咱就讲像咱无好解说嘛吼，像人讲好兄弟嘛吼，搁有迄个为摆迄个所在怪的吼，搁有为迄个人讲无法度解说，像尼斯水怪吼人讲雪人吼，大脚吼，红斗篷吼，这拢会使讲吼。这若是讲吼，观众吼，有啥物这小可较成的迄个遭遇吼，拢会当讲出来，好无吼。对，好安尼，我点名。我来迄个甲观众的名小叫者，叫着因才会知影哦。对，我要来参与吼，请因留话。好唐心蛋来。这你熟的吼。这我观众才来的。好，安尼我照顺序好伊拖着去请暗暝欢迎，搁有阿聪阿杰暗暝欢迎，搁有吴过喜暗暝欢迎，搁有楚人暗暝欢迎，搁有溏心蛋欢迎你来，你好。小蛋你会当提供一下你有啥物经验吼？搁有落马鼠暗暝欢迎，好。恁遮若是有啥物故事，想要先开一下头的，安尼请火炙会当先开一下头的，看要讲啥物物件会当讲出来。我想看卖，因为我感觉我家己较经验就是讲迄个拄着一寡科学无法度解说的状况的即种经验。毋过我其实若像较无呢，因为我若像是较，就是讲有的人较感受会到，有的人是讲较无遐敏感。感受袂到，我是较感受袂到的迄种人。弄几个经验对，无毋对。弄几个经验无就是感觉讲，无一定要看到啦。你有感觉足奇怪，无法度解说的。明明就遐就无人，但是你就听到有人咧开门，有人行过的声。讲看卖，去看卖。这拢会使讲。好，来请。我感觉是。讲即无算是讲
是好兄弟还是啥物啦。但是讲吼，我家己伫网络上会去研究，是只有我，嘛有其他人有即款状况。就是讲吼，我伫咧细汉的时阵，一直到我要读高中，读高中时阵，这段时间吼，我伫暗时10点到11点之间吼，我就会听到楼骹因厝内住较悬的，住10楼。哦，恁厝住较悬，住10楼。迄个，就是讲，迄铁链啊有无？哦，铁链啊，铁链的声。对。你遐有听到铁链啊的声伫恁兜？无伫外口。外口，你是住喺大楼迄哦？嘿，伫外口，就是感觉讲吼，有人咧花铁链啊呢？行路啦，然后有那个声音，有迄个声音。有行路，搁有铁链的声音。嘿。迄是咧冲啥？迄是沉默之丘。我们遛狗狗都不会有这个铁链的声音，对不对？应该一般都是用牵绳。那种砍着啊，嘿。而且再怎么样，应该也不会就是传到这么高楼层上，对吧？毋是啊，你毋是讲你是住大楼，讲有可能讲厝边隔壁去带狗仔出去，转来的时阵，迄链仔去弄着迄个地方安尼。起来就毋是你隔壁，是讲的外口是窗仔出去的外口，还是？要要求哦，你空中哦。毋着链仔去弄着窗仔的声。涂骹弄着涂骹。你伫悬顶外口传来链仔弄涂骹，去讲着涂骹的声。就亲像讲有人咧牵迄个链仔吼，毋知牵啥。有人咧爬恁兜大楼。毋是，迄嘛袂用迄个袂用链仔，迄是用铁丝啊，好无？无讲。我去查吼，有人讲啦，这是人讲迄个地府的鬼差吼。我有听过这个讲法。要抓人倒去。安尼毋着拄啊好，迄个入口伫恁兜外口遐。阮家吼是听讲以前啦，有足侪迄个械斗。所以讲迄乱葬岗真济啦。阮兜后面吼有一个公园嘛是乱葬岗。夭寿哦，恁遐就规个区拢是就对啊。而且迄个公园吼，进前还有一个人伫遐分尸。有上新闻，夭寿哦，差不多几档前的代志啊。阁无10年前，10年以内。哇！敢有？毋是通常有发生这种代志，可能会请迄个法师来作法，还是安怎的？有当时缀袂落来，听讲有当时迄法师缀袂落来。因为迄怨恨吼，伤重啊。对哦，这背一半。较残忍的这种案件，就先分享一个。好哦，哇！安尼过来，我惊会讲伤长啦吼。若是恁敢伤长吼，我就说较短吼。我遮嘛分享一个迄个故事互恁听啦吼。这我之前嘛捌伫我的迄个迄边。甲观众开讲有讲过遮个故事啦吼，若是恁若无听过，加减听过吼。我正因为工课的关系吼，所以有搬过台中遐去住。
去遐做工课。啊，迄当阵有交一个女朋友哦，啊，拢大做伙，差不多半冬的时间。啊，迄个女朋友咧，伊就较 special， 较特殊，伊讲伊看会到。哦，嘿，但是伊是身体较虚的时阵较看会到，譬如讲咩事来啦，吼，譬如讲破病啦，吼，迄当阵较看会到。伊甲我讲足侪迄个好兄弟相关的代志，伊甲我讲过足侪。啊，咱先。伫伊的身躯边咧，虽然讲我无家己事实看过，但是我听伊讲出一迄个相关的迄个代志吼。譬如讲，我凊彩先讲一件啦吼。这是我印象较深的吼，因为我家己住做伙，所以大部分呢，咱拢是伫迄暗时吼，伊会甲我拖到差不多要2-3点，伫遐拍路啦吼，拍到足晚，较要互我去困。但是我下早是差不多7点的时阵，就要爬起床去上班嘛。所以咱咧久了以后，身体一定会袂堪一个，就想要困的。所以迄当阵定定请假吼，然后就是偷走顿安尼。啊，迄天咧有一天我嘛是讲啊，伊拢困到过中昼啦，伊拢困到过中昼才起床啦。啊，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忝到嘛挡袂牢啊，隔天起床的时阵，我就路顶徛的菜，所以我徛到昏。所以我感觉讲安尼袂使，安尼我可能上班上到一半，我就直接弄死伫机台啊关掉。我就去买一下早顿的，啊，顺续甲伊分买，我就走顿。啊，顿伊的时阵呢，我就想讲莫甲伊吵着，动作较细，嘛关门啊较温柔的，安尼甲门关起来，啊到我的迄个咧困的所在迄个房间拍开。但是我拍开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奇怪。我看到伊规个人甲迄个米酒皮包诶，密伫咧角落遐，闭伫咧壁边遐。啊，规个人是坐起来，毋是倒咧，是坐起来。啊，规个包甲剩一蕊目睭尔。啊，我就讲，啊奇怪，你今仔日安尼？啊，伊就看到我，伊就甲像迄无代志诶人安尼，就甲米酒皮抛开，啊就安尼，就是拢无讲话哦。我甲问讲，伊是出啥物代志，拢无爱甲我讲。伊就甲米酒牌拍开，啊，就继续算伊的电脑安尼。啊，我就问讲，伊出啥物代志？伊我尾仔甲我问，我甲伊问，甲伊足烦，因为我是关心嘛，所以我会想要甲知影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因为啥今仔日特别早起床安尼。啊，问差不多，其实头开始先问啦，第一工就用啥物拢无爱甲我讲啊。我问第二工、第三工了以后，伊较挡袂牢啊，伊较足烦，伊挡袂牢啊，伊较甲我讲，其实吼。我逐工出去上班，伊拢知影，因为我开门的声音一定会甲伊吵醒。哦。但是伊醒了以后，伊就需要睡困。但是迄天咧，伊嘛知影讲听到声音讲我出去啊，啊伊嘛照常安尼目睭甲我看者安尼。但是伊目睭泡开了以后，伊就伫迄个房间的对角仔遐，向看到一个查某的。啊，规身躯穿一束白衫，啊，规个头毛长甲连面拢强要看无，安尼直咧啊，但是就是伊知影讲，因为伊打拍开目睭，一定目睭足雾的，已经看袂清楚的，但是伊足清楚，迄个查某的，就是徛伫对角遐，直咧甲看，啊，伊嘛感觉讲危险。伊就紧甲迄个米酒皮包起来，但是人就是安尼，人就是会感觉足好奇的，想要知影讲，即个离开遐无，所以伊个踢开目睭看，无看阁无代志，伊看了才会煞错了，目睭拍开，迄个查某已经毋是伫房间的对角，已经是伫门床边啊。哦，根本是电影啊！安尼直接徛伫门床边，安尼直接甲伊看，啊，阁慢慢挖紧哦，啊，伊就规个人紧包起来，紧避到角落遐，紧避到迄个角壁遐，啊，到迄当阵，伊就伫遐带嘛，无法度做啥物代志，啊，伊就伫遐带了以后，伊迄个查某的开始已经爬起咧门床，其实嘛毋是爬起咧门床，伊是规个人趟过门床，安尼直咧甲接近，啊，迄当阵拄啊好，我转来啊。开门的声音，因为人就是安尼，你若有
你若是伫上紧张的时阵，你听到别个声音，伊的注意力一定系互诱过，对吧？对对对，啊，伊阮仔嘛是安尼，伊我头看者，我开门的方向。伊其实嘛无想安尼，但是我开门的时阵，伊我头看过，佮我转来的时阵，迄个查甫已经无去啊。哦，有够恐怖诶！我问差不多要3工，呢，我问差不多2工半要3工的时间，伊较要甲我讲。啊，伊后壁伊嘛有阮仔甲我讲哦，其实哦，好兄弟，迄种好兄弟，就讲咱人共款。你若是伊嘛是偷走起来的嘛，伊毋可能偷走起来，就是有啥物遗愿嘛，佮想要完成嘛。但是大部分因拢会留伫伊应该伫的所在，可能是伊进前搁活的时阵，因兜啦，吼，啊无因爱的人的身躯边啦，吼，较侪啦。啊，像经过，有当时经过，因为因无啥物空间的迄个观念嘛，所以因经过的时阵，有可能会探过人的逐个人的房间啊，探过逐个人的迄个厝啊，安尼，啊是经过尔，所以有当时啊吼，你会感觉讲奇怪，天气明明的就热啊，为啥我会用错一条安尼就甲丢一个安尼？啊，有人讲科学角度吼。是讲这是一个神经的反应吼，啊嘛有，但是医者的解说是讲，有可能就是因为伊咧录，伊咧经过遐的时阵，拄啊好经过你的身体，但是因为为啥伊袂对你造成啥物危害咧？是因为咱人吼身体管顶拢有3道血啦，吼，这应该老一辈大部分拢有听过，啊，2刀伫颈仔头，1刀伫头壳顶。啊，伫迄个身躯，伫人咧感觉精神较无好，是啊无就是身体较无好的时阵，伊就会减弱，伊就会变愈来愈弱。啊，迄当阵你可能就会去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的物件，较敏感嘛，你就会较敏感。啊，大部分的因对咱是无感觉的，因嘛是讲讲，你伫路人，你伫行伫路人，你会去关心迄路人到底是咧创啥，伊咧买啥物物件，你买嘛，对吧？你嘛是安尼照你行过，去说踅街嘛，吼。啊，但是咧，你若是讲你行伫路人的时阵，你听到有人会讲，迄个穿乌衫的啊。差不多几公分啊，穿一双皮的甲查甫的迄个啊，你会感觉伊安那，你若是讲甲你的特征有符合的时阵，你会好奇，你会越过袂？哦，对，一定会。啊，因嘛是共款。你若是无咧讲这，因拢对你无兴趣，因为你毋是甲伊有关系的人。但是你若是咧讲甲因有关系的代志，伊可能就活在你的身躯边啊。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讲像我毋知影咱即马敢有算啦，就是有讲，我有听过有人讲，就是咧讲即种鬼啊故，就是甲鬼有关系的故事的时阵，因可能会挖过来听。对，因会听恁是毋是咧讲伊的歹话，还是安那？这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代志啦，吼。啊，伊就是甲我讲有一个代志就奇怪，因为伊普通是我无伫的时阵。伫遐飘来飘去啊，伫遐经过的啊，伊其实拢有感觉到，但是拢袂停，都是拢经过尔，伊拢有感觉到。所以其实我无伫的时阵，就拢有感觉到因伫遐咧走来走去的感觉。但是我若有伫的厝清气甲像迄有啥物防护罩安尼共款。敢是你勇气足重的意思？有可能，因为我讲实在话，我自细汉到今嘛吼，我敢若伫小学6年的时阵吼，有看到一届 Only One， 敢若一届呢，后壁我连声音都拢无听过。有声音，但是我无亲自家己看过。这声音的故事啦，你若有要听吼，我等下甲你讲吼，即马麦克风换啦。
哦，你头拄安尼讲，互我想着，就是嘛，有足侪人会讲是囡仔人较看会着，也是讲，嘛有人讲是猫仔狗仔较看会着，应该有听过即个讲法。有啊，有吼，我有时会感觉阮兜猫仔应该可能真正看会着，但看袂着的物件，就是猫仔可能会对一个所在一直叫一直叫，啊，你明明就看遐都无物件，嘿，这时阵我就一直叫。嘿一直叫。其实你毋免烦恼啦，这我有小可有研究过。哦，因为有当时啊，咧叫是为着真心想好啦。哦咧发散伊的精力啦。哦，有当时啊，就是因为猫啊，伊的目睭甲阮人咧看的所在较无共。因为有当时啊看到迄飘的，毋是伫咧涂沙粉伫咧厝里内底，已经加减拢会嘛，伫咧飘的，因会看会着，因会想要去扒，想要去喐。哦，嘛有人狗仔讲纹共款，狗仔纹共款。原来嘛有人讲微生物，嘛有可能，嘛有可能。嘿，我阁有听过一个讲法，是讲有时啊，就算真正看到的是迄个别个世界的，嘛有可能是看到神。有讲迄个有时啊，虎爷公可能会来，因为虎爷公会保庇咱，就是猫仔狗仔，所以有时啊，嘛有可能是虎爷公来甲伊看一个，嘿，嘛有可能哦。有可能啊，因为人讲猫仔有叫条命嘛。哦，所以有当时啊，迄后壁迄命个还袂了，迄命生命个还袂开了诶，因就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有可能就是留伫咧遮做因诶先拜安尼。哦，安尼哦，哦，哎呦，这是讲笑话啦，但是你讲到动物吼，因为阮兜我自细汉开始，到我即马。拢总饲过三只狗仔，三只拢是伫咱兜，就是毋是破病去的啦，无就是老啊去的啊。我有一摆就是阮有一个朋友来咱兜耍吼，伊就徛伫门口毋敢入来，我就问讲，你就一个入来就好啊，当做恁兜就好啊，阮兜也无人，你就凊彩入来就好啊。伊就讲，毋是啊，你先甲迄只狗仔你是甲迄只狗仔绑起来吧？迄只大只是要惊死人哦！我讲靠腰，咱兜狗仔已经5、6档无饲啊呢。恁兜的狗仔无迄只黄色的迄只狗仔大腿才悬着，你甲我讲恁兜无饲狗仔？哦，靠腰，迄只已经4、5、6档伊啊！看足清楚的呢。对啊，足清楚的呢。我因为我完全无甲伊讲过这代志哦，但是伊完全拢讲会出来，讲偌悬偌粗啥物色的，伊拢看会出来。哇，伊看会着。但是迄只狗仔，我后壁就是人讲毋通无信啦。我就等伊因为伊的人讲迄个骨灰安怎讲？哦，骨头糊啊。对，骨头糊，伊的骨头糊囥伫咱兜的。摆伫遐摆，有咧做伙啦，所以我有去甲问问讲，迄阮朋友啦吼，毋通安尼吼放人入来。我用的了以后，我看我头入来，我看阮朋友已经躺下入来啊。你毋是咧惊？伊讲无啊，你趁倒入去，就对你入去，就无去啊。我讲看，我要甲绑的。伊讲无迄只狗仔是倒位来？我讲你来遮看，伊个遮个有伊的相片，伊来讲靠尾骨头糊。毋对，我讲迄只已经去5、6档伊啊。伊是平常时就看会到，还是伊是干那迄摆啊？我捌伊超过10档，但是我听伊讲过，就干那即摆。哇哦！伊敢嘛是做关系的款。因为伊莫名其妙啦，但是代表讲迄只搁伫咱兜吼，咧甲咱保护啊。系啊！我感觉是安尼是足甘心的。所以即摆我若是有等伊，虽然讲我搬厝啊后壁搬厝啊，阮兜的人嘛拢搬去啊，嘛拢搬去保伊啊。但是因的骨头糊嘛是拢扎伫身躯边吼，我嘛是有用等伊的时阵，过年等伊的时阵，我拢会甲看，会甲摸摸安尼。哇，我爱拍就好，等体讲安安
环境你来看环境，今日可能讲台语较济，你会使听看觅阿英讲台语是啥物款，还来请讲话。伊是日本观众呢，哦，伊是日本观众。日本观众有点把困难咯。哇，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我不会别句了。迄个开讲先，若是有想要替伊翻译，会使替伊翻译者，应该是看有中文吼。日本话我讲看有尔，我无法度，我连我嘛无袂讲足够的，所以这嘛要靠，嘛要你斗相共啊。本有厉害的 Gemini。OK。哦。动物咯。你有啥物故事会当分享的无？啊无我就要继续体验呢。我是较想到就是无啦，动物的有足济啦，嘿，就是我若要剃嘛是会使剃。阿英拢无讲话。30分钟才咧拍就好，真假吗？拄仔才跳出来尔呢。还是一开始就出现，哇，敢会安尼？真假吗？我毋知，我无看到啦，我是头拄。我嘛无看到呢。毋过去互 YT 食伊。啊是伊头要伫30分钟进前，搁互 YouTube 创治啊啥？有可能哦。不要紧，30分钟了，伊就发现一个代志。也袂。好啦，安尼你有啥物？你讲谈多讲的动物，这就较毋是迄个，这可能较无遐恐怖啦。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嘛算是科学无法度解说，就是应该嘛，足侪人捌听过，就是有一种叫做动物沟通，你敢有听过？有啊。就是。最近有朋友在做啊。你有朋友在做？我嘛有朋友在做啊。迄是安怎做？Usually， 英文。通常，就是用迄个橡皮，也是按尸体吼，鸟啊，还是狗啊吼，就你要看伊的目睭啦。看伊的目睭。伊的手你讲尸体？你讲的是尸体？你讲相片，爱看会到伊的目睭，是啊？目睭爱清楚。哈？为啥？因感应会较清楚吧？伊是用感应的。嘿啊！你讲，你要甲你饲过的动物，甲伊的目睭，就是看会到伊的目睭安尼，是这种意思吗？就是你无法度互伊本人看嘛，就会使用相片转互伊。但是讲互伊，伊会要求你爱迄个目睭爱清楚啦，相片袂使收糊糊、收无清楚安尼。所以迄个动物本人有伫的嘛会使，看相片嘛会使。嘿。就是目睭一定要清楚。人讲目睭是灵魂之窗有影，是毋是？是因为有可能是安尼。像动物的无我细汉的时候。阿辉，你要讲啥？无我就想到有即个代志，就来问，看卖大家敢有听过，还是敢有做过啊？我有做过咧，你爱听无？你有做过？你是负责感应的，还是你动物互别人感应？我请我朋友甲我看。请，我做想要知影的。我进前饲迄个仓鼠，黄金鼠。我就互伊看我的伊的相片。伊叫做红豆。古水。
红红豆，豆啊，红豆，红豆红豆，因为讲伊一蕊目睭是红色的，一蕊。哦，中二病。哦，因两蕊无共色，因两哇蕊目睭无因两目睭共色啊。嘿啊，哦，嘿，这毋是重点，哦，好重点是我感觉我迄个朋友足厉害。嘿，安怎讲呢？因为哦，我平常时啊，看伊一直咧困，嗯我就会我就会甲伊吵，哦，你甲你的红豆炒，嘿，我就会迄个伫伊的箱啊边啊讲吼，熄火啊啦，紧走啦，紧起来啦。伊讲听有，听伊讲听有。你甲你甲啊，我你朋友就甲我讲这个代志呢，啊？我无伊甲你讲，甲伊讲伊甲你讲过这个代志哦伊甲你讲，你拢伫伊咧困的时阵，甲伊乱甲伊吵，安尼即个代志。嘿，哦，哎，个知影你讲啥？伊是我毋是会晓？朋友就甲我讲啊，伊是到着无啥物清楚我为虾物要安怎做，就足无来的。是毋是？你就伊是毋是感觉会晓讲？伊是毋是会晓讲？你就感觉我为虾物要安怎安尼？伊可能普通是无聊，拢会甲动物开讲哦。哦，安尼嘛免惊无聊。嘿啊，伊无聊的，伫遐讲动物，外口迄个鸟啊，伫遐咧讲人的歹话，啊，迄个足靠背。啊，迄个可能就你伫遐甲伊斗，啊，迄个大概拢会甲人寒啊，人生了也无足水啊，啊，一个人足机车的啊，规工伫遐咧乱哦，咱徛一个嘛袂使啊，那。哎，有听我是感讲，觉足济可这个能，部分足厉害的啦。所以就是红豆甲你斗的对啊。对啊，我朋友就甲我讲，伊想要甲你讲道理呢。伊要甲你讲道我就是讲啊，讲啥？结果是要甲我骂啊！哦，伊就是讲即个，咱嘛是无冤无仇啦吼。啊，我咧困的时阵，你都硬要来甲我吵一下，规工规诶，工诶，我才知影我要讲啥。你开一下头，我就知影什哎物物件啊。哦，哇，安尼伊就甲我讲，伊就无啥理解，就讲伊就有听到啊，为虾米我要安尼甲伊创治？啊，结果咧，你规就工诶，嘿，你这若是对这规工诶吼，这无了解的话吼，建议你会当去看一下。伊规工诶意思就是讲，食饱永远无代志啦。嘿，规工咧做这嘿，奇怪的代志，规工诶。嘿哦，啊，落尾你继续甲伊吵，还是你都有改进？我就行，照常该吵的对。要行。照常好。好，安尼伊可能到啊，伊即摆搁活咧嘛？啊无走几啊年啊？到几啊年啊？好，安尼可能伊伫咧死之前搁咧怨叹这困得拢困袂好啊，规工诶。啊，我有听讲有诶讲迄个动物沟通是，就是过身了后嘛会当沟通诶。啊，你诶朋友敢是会使做即种诶？伊过世的时阵，我嘛有请别的沟通师，互我甲伊讲话啦。哦，啊，伊敢有搁甲你怨叹讲，你拢甲我吵呢无？无啦，无吼，好，伊就接伊可受能到啊。县顶，伊可能到县顶就直直咧甲你告啊。我迄阵是问啥？我问伊讲吼，你后世人佫想要做仓鼠无？哦伊就甲我讲无爱呢。
哎，要做无啥？爱啊，做仓鼠逐工咧困到好像吵。我就问伊讲，啊为啥做宠物着真舒适啊？无迄落需要去觅食啊？毋免食头咯。免食头对对对咯，免上啊，班。伊甲我回答是安尼，伊就讲吼，啊，我的身躯就安尼细细，啊，我目睭看哦，迄世界遐大，我想要摆身体啦。哦，有哦，志想要去气看世界，嘿，想要去看世界。啊，我就讲哦，阮兜红豆啊，足厉害的。哎，足厉害。人细细啊，志气足大的安尼，野心有野心，袂歹。袂歹，袂歹。诶，你后壁看过会当小饲着伊袂？伊咧后摆爱饲啥？饲拉叶，拉叶就是老鹰，飞较远。哦，但是你台湾足歹生存的呢。哦，啊，对，台湾可能较无适合吼。哎呀，啊无你会当去做我之前有饲过鸟啊，哦，什么是讲鸟啊，就搞放屎呢。啊对啊，啊，鸟啊无法度，就鸟这啊屎啉卖袂掉，但是上少伊的屎袂臭。嘿，有他咧清煮的也不，错啊，应该是较。你若这嘛无是鸟啊臭，的嘛。啊，你是鹦因为哥还是啥物鸟？我毋知迄个台语要安怎讲呢？无要紧，你讲中文文无要紧。对啊，文鸟，哦，文鸟。嘿啊，文鸟，这种鸟拢就混鸟啊，是吗？我看卖。差不多啊。文鸟，文，敢是文鸟啊？文鸟，一只叫憨啊。啊，哎，真正有查字典，真正有讲文鸟呢。文鸟，毋知影敢是共款的鸟。应该是啦。哦，啊袂啊，安尼迄只鸟咧，你是哦，细汉伊是红豆国较正经饲的啦。哦，为细汉开始饲的吗？足早就无去啊。伊是为细汉开始饲的吗？嘿啊，哦，就是互人，搁要互人饲的迄个年会开始甲拜拜的时阵对，饲的啦。歹安尼就是做细汉吼。就细汉，搁要摕迄个弓仔去甲伊吐。拢无的时阵。哦，安尼真正是做细汉。哦，阮兜阮阿嘛有饲着，毋对啊，咱讲到尾啊，变成普通咧开讲啊，咱毋是讲靠无法度解说的代志吧？拢咧讲动物。啊，拢咧讲动物啊，无就来一寡迄个啦，科学无法度解说的动物好啊啦。哎，无法度解说，啊无就自我这一生吼，大家看过一摆，迄届开始讲啊。虽然讲袂恐怖啊，我有搁小可好笑。哦，咱小可的时阵，毋是咧人咧放假正正哦，咧老师拢会叫咱去什么扫头骹啦，什么大扫除无？嗯，啊，我迄阵阵，咱迄班就去拄啊去分着人的迄个即站的一个所一边的便所啦，吼、查某的嘛扫，查甫的嘛扫安尼。啊，就内底咱即班的吼，查甫的就扫查甫的嘛，查某的就扫查甫的嘛，吼，咱迄咧扫。啊，咱细汉的时阵拢是安怎扫咧？毋就是用迄个杀蚊水吼，咧破涂骹，扫破了以后，啊，一盖卤了一只冲水安尼嘛，对吧？嘿，差不多拢是安尼嘛。生水顺刷啊扫。，对，差不多拢是安尼。啊，像咧放屎的所在，就是直接用水管甲伊呛的安尼嘛。嘿，啊，我迄阵阵咧做的工课，就是负责咧呛的啦，就是摕迄个水管，才是负责咧呛的迄个工课啊。嗯，啊，就是小便斗甲呛的啊，涂骹呛的啊，要放屎的所在嘛呛的啊。啊，第一间长长的门关起来，第二间长长的门关起来，第三间长长的门关起来，第四间拍开尔，我就随甲门关起来，砰！啊，加纸。毋是，伊就
对，因为我管就大粒嘛，所以一定会去引起其他的迄个同学的迄个注意嘛。哎，对对对，啊，因就走过来我问讲，你是安那看到屎哦？遮大步，小大步，你家己惊着？我讲，毋是啦，内底有蛇啦。啊，因就啥物有蛇啊？讲啥物？你是甲屎当做蛇安尼哦？啊，有无屎有无？扣做一日。偌长啊！啊，伊就啊，咱内底一定有一个迄个人讲班长嘛吼，班长台语安讲？班长啊，班长，嗨，咱班长就甲迄个。甲迄个，就讲人家，哦，你若毋通浪费大家人时间啦，紧扫扫要下课啊！啊，伊就甲水管抢过，啊，要甲我斗抢，结果伊拍开伊嘛，阮啊啪！啊，真是抓！然后咱两个人就紧甲迄个门刺咧，惊伊抓走来，紧去叫老师，去叫咱迄个。那个同学的同学的，刚刚讲，安尼真正唔对，我紧去叫老师管。啊，老师管了以后，就甲迄个讲，那你是安那，唔通安尼哦，要扫吼，马较用心的哦。啊个问啊，唔通安尼，凊彩编一寡借口吼，讲唔爱扫哦。啊，伊就甲问，讲恁两个人试伫遐是要创啊？啊，伊就来，我看者。啊，伊就甲门拍开，无啊，无啥物物件啊，咱两个。真正无呢。伊就走去啊！你有看到？我就问班长，你有看到吼？伊讲有，你看到是毋是共款？哎呀，真正有蛇。啥物蛇啊？恁两个人真正是，你是想偌昏头伊啊？阮叫紧下只强的啊，要下课啊吼。啊，阮两扫扫了，尾仔下课，咱就因为咱下课是直接用行，咱两个人拄仔是用行路的啦。啊，我甲班长吼，普通时也无咧啥物咧开讲，就是迄讲吼，咱两个人做种，我就伫遐咧家讲，谈拄仔发生代志，咱就来对口啦吼。我看一下，我就问因讲，你头拄看到是毋是阮那是白色的蛇？讲嘿啊，白色的，佮半透明的。对无毋对？我哪个是个是？啊，细条就油的，但是就长的对无？讲嘿，你嘛有看到吼？我就是头开始看到个惊到，目睭个红色的，嘿。但是我讲实在话，因为迄当阵了以后，咱就升5年啊，我袂记你是升5年，2升3还是5还是4升5，我袂记啊。就是升了以后的分班啊嘛，就无有互动过啊。但是我一世人就敢若即届 ，only one 看到即届尔。半透明的，啊个白加土地公的卫星啊。哦，白色有可能，啊个白色的，啊个白加会发光的迄种白。哇！咱两个人对口过，拢看到共款的物件。这我毋捌听过呢，所以是土地公会化身做蛇。但是你土地公，你米伫便所内底要创啊？是化身，还是讲迄个死者？应该是死者，应该是迄啦，应该是死者啊。暑假哦，这我无听过呢。应该是死者，你讲伫迄个有摕一个拐啊嘛？小台讲毋是摕一个拐啊？对啊。伫迄拐啊悬顶有无？毋是有靠一只蛇？有印象吼？是毋是有印象？是安尼哦。有可能，但是伊米伫便所内底要创啊？我确定是这。伊着要顺餐水啊，便所嘛着爱顺啊。靠腰。伊就有即种感。讲诶，家己提醒讲诶，恁便所爱好啊。扫好清气啊。对啊。你嘛毋通米伫迄放晒经内。你伫外口讲无好吗？即间特别阿嫂哦，你爱特别注意呢。无呢，其实咱咧抢的时阵，咱拢有看到，就是逐间其实咱普通时都有咧注意啊，所以其实迄个涂骹拢无用甲做垃圾的。花浪蛇又名草腹链蛇、草油蛇、花带水蛇、草花蛇，俗名黄头蛇、土地公蛇。但是你讲半透明的，但是照你来讲，哎呦，保重啊！歹势，
照你来讲，咱若是有看到蛇，无道理讲老师无看到啊。毋是拢讲囡仔人较看会到，毋管是神还是其他的，哪像拢有安尼讲啊？哎，嗯，传说梦见蛇，要尽量去拜访土地公。哦，这但是我其实我自细汉开始，我就无啥物咧，应该安尼讲啦。我信有好兄弟啊，但是我无信有神啊。你毋知有看过一个电影无？叫做《魔鬼末日》，迄个阿诺斯瓦辛格演的。应该无。迄个电影吼，内底迄个反派吼，歹人啊吼，是撒旦。哦，伊甲主角讲过一句话，一段话，我甲印象特别深。伊讲没有道理啊，神，你们恁吼，我用台语，恁发生好代志，是伊咧甲恁救，因咧甲恁保庇。恁发生歹代志，是因咧甲恁考验，啊无就是咱鬼的诱惑。无道理啊，好的拢互因占去啊，歹的拢互咱。通下会，你袂感觉无公平吗？我就感觉即句有理呢，有理哦。凭啥？对无？你若讲地府吼，其实你问我讲，我若是真正有一天真正死啊，我要去决定还是要去下骹，我感觉我甘愿选下骹呢。是安怎？啊，决定的一切平和，就和平诶，拢无代志，无趣味嘛无趣味嘛无新鲜。你说一寡荤料较有滋味。底啥物物件上出名？面膜。哈？我记是你是要倒山迄个，搁有啥物油锅？结果毋是，你要爱面膜。面膜。迄个有一寡话吼，咱想的就好啊，莫讲出来。唔通讲出来哦。你说啦，我这个人较直啦。毋是吼，大家若知影就知影吼，就是迄个签约女朋友应该是听无台语，啊你毋当你袂当，就因为伊听无台语，就安尼呢。我有甲伊讲过，啊。你有甲伊讲过。但是讲实在话啊，你面膜毋是敢若查甫的呢，嘛阮哪有查甫的，伊你的心内所想的理想的性别吼，去转变伊家己的本身的性别。所以你若是感觉你是爱查某的，伊就变成讲一个水啊查某互你看；你若是爱查甫的，伊就变一个大帅哥互你看。啊，但是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是啥呢？我有看过足侪这相关的故事吼。譬如讲地府啊，这是伫迄个阿岛啊遐较侪啦，较流行啦。咱地府咧，无一定是像迄咱中式的吼，就是阎罗王啊、鬼差啊这种的，无一定是安尼，无一定伊下底嘛是阮那是一个办公室啊，阎王就是迄个 CEO 啊，伊管顶环怀，逐个人都是穿西装、拍领带。做领大安尼，啊，落做代志，做一寡社畜咧做的代志，啊，因遐的鬼差就是人讲，因遐的迄个刑警啊，伊遐的刑警啊，啊，伊阮啊嘛是出来咧调查遮的代志，咧甲遮的物件扣手铐抓断去安尼。是毋是有戏剧就是咧搬这啊？那像有吼？啊，其实讲实在话啊，你时代咧进步嘛。因遐有可能完全都无进步，搁伫遐咧用刀用剑，无可能啊！因无一定是搁比咱搁较先进咧。毋是讲迄个，毋是讲有人就是咧拜祖先，还是迄个人咧过往的时阵，咧火化的时阵，毋是拢会讲烧物件互伊，啊，都有人咧烧青的啊，所以遐就有青嘛是事上嘿。对啊，伊可能伊遐咧生产，搁咧行自动化，我甲你讲。有可能哦。咱遮巧伊了以后去遐做
遐做完工做作业员呢，我甲你讲。啊，搁爱继续做代志，搁爱继续做工课呢。流水线啊，迄个去落了啊。我真是地角，真是地角。我无爱啊，我无爱啊。我叫是我因为遐无解脱啊。你毋通安尼，因为伊遐通膨甲最严重。啊，所以吼，因遐可能咧做，因遐可能做代志，你摕到的报酬，你摕到的迄个物件吼，毋是钱啊，因为钱可能伫遐已经早就无烧甲无价值。大家拢咧烧。因可能伫遐。嘿啊，因为大部一直咧烧紧，遐个钱早就已经变垃圾纸，无一定。嘿啊，但是有可能是安那，你安知？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因遐无可能会无大部是因为人毋免休困嘛。人伫遐你就已经去啊，所以你毋免困嘛。你袂感觉就想要困嘛？你袂忝嘛？因为你已经是恁去，对嘛？啊，所以咧。因遐伫即种环境下，过来就是人未老未死，已经死啊，是要搁安那个死？你上济就是走过投胎尔。所以因遐有可能下早时8点上班，下昼3点就下班啦。因为无人工需求啊。可能要比咱邻世遮搁较幸福咧，我甲你讲。唔敢死啊！那县顶遐共下骹遐，就是比遮讲两个无共的两间无共的公司尔。你若伫下骹，你若是伫县顶遐过了，你若是伫下骹县顶遐，就毋免做工课，你伫下骹遮就要做工课。你若有犯罪，你就是伫下骹加班加到死啊！你有愿要选下骹哦？我干嘛要选下骹？反正拢是照常咧上班，我可能我较早下班，还佫有妹仔可以当陪我，为啥无爱选下骹？敢有一定有妹仔？这敢有？你慢慢想想诶，县顶就是一片祥和，所以你无酸甜苦辣，你拢食物件拢无味。有影无？下骹有咸诶，有油诶，刺激诶。对无？所以是毋是安尼？我讲我选下骹。有理啦吼！我毋知啦。我讲安尼有理啦吼。你为啥讲？我甲你讲，为啥无爱选县顶？佫有一个问题。天使港神拢无性别。你结案。结案。叫我创个就无言诶，歹势啦！我这个人就较粗人寡，所以我讲的话较低俗啦，歹势。我是真趣味，我毋捌想过这个代志呢，对我来讲要伤早啊！希望是安尼啦。你无看县顶遐就无啥物危险啊，就是代表讲一片祥和啊。你伫县顶可能就是上济就是互你听音乐尔。讲较歹听诶，伫遐咧生活，你甲迄退休诶老人伫公园伫遐规工伫遐落机有啥物无共？所以你甘愿就是加班加到死嘛，无想要退休诶意思。你无一定会加班啊。对吧？嘛是啦。系啊，你若有犯罪诶人，较会去加班啊。无你犯罪诶人要关去倒位，伊下骹佫会当互你啥物处罚？跟你做苦工。人讲你确定你遐歹是无仔甲你背，毋是你甲无仔背，什么意思？我遮歹，我是无仔背你，毋是我背无仔。去落骹背名啊！是无仔咧。毋是无做过啊。嘛毋是无做过啊！我真正就做过酒店公关啊。安尼就是去继续做啦。好啦，安尼嘛会使啦。我真是无想要退休呢。你真是无想要退休？无啊，你无看足济老，因为我这个人的性吼，我用袂落来啦。我真正用袂落来。我这个人的性就是想要找代志做，所以你看我遮高铁。但是小可嘛会忝，忝的时阵休困啊。但是你伫下骹若是无犯罪，你为啥无爱做休困？伊遐无已经佫有迄个
人权保护团体咧。应该无，可能无。有工会。哦，嘛是有可能咧，嘛是有可能。对啊，有可能有报讲个有可能一个工会啊，你若有可能规工伫遐咧，互遐个灵魂做代志，永远拢做袂了，你们食饱想要。反正嘛，你做神的，你嘛是，你做神的，你稳啊嘛是会在乎讲你的内底建设啊，你的内底啥物物件开发啦。你上济就是叫人去挖山，啊挖平了以后咧，后壁的人要做啥？拜托的啊，为对当时开始就有遮个传统啊，你为已经超过几千年啊！拜托的，规个世界。通学的拢啊，学了。这会甲袂平吗？啊，会当学的拢已经学了啊！你剩学空尔，你是要创？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已经无代志通做啊！你是不是？对啊，你对下骹就是要做啥？你搁伫遐咧用人工嘛？啊，你下骹就是做寡像会当做啥物物件？做因官员的福利的物件，互因生活水准压起来嘛？啊，你遮生产的物件，你要好做，你要速度，你一定会要求遮的设备。啊，你遮的设备用人工的，你会感觉慢，所以你行到尾啊，你就用自动化。啊，你用自动化，你遮的人就无工课通做，所以伊就全部拢甲你分过做伊的员工做作业员，啊，就给他起落了。啊，你遮安尼会当做啥物处罚？无啊。甲你放过，互遐我甲你讲啊，真正有诶就是安尼，上刀山下油锅，这是一个咱听过大概人拢代志嘛，对吧？哎，对啊。啊，你刀山是有遮济、遮大诶地，当互你规座山拢插满一支剑诶，当插几个人。啊，你遮已经几千吨诶迄个历史啊，拜托，关顶拢已经插满，是够有几支剑诶，当互你插人去啊，已经拢插到无人意啊，好无？啊，你毋着较早落去会较衰。对啊，啊你油锅咧，啊你油锅咧，满拜托诶，油拢已经流出来啊！你唔通去踢啊？你搁要生鼎吗？啊，鼎你搁要摆找所站摆呢？你袂感觉安尼足浪费吗？安尼是毋是叫人去做遐有生产性的代志？哦，较有效率，是毋是？安尼有道理无？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好啦。嘿，好啦，咱个甲话题压倒转来，安尼像阁有啥物故事要讲？故事哦，因为我真正拢较，虽然我是讲我拢较看袂着啦，啊，毋过我进前捌迄号做啥，毋知影台语安怎讲，就是来用较科学的讲法是讲困眠麻痹，就是你困的，你就爬袂起来。嘿，啊，有人讲这有做鬼压床。哦，对，对啊。对，好地啦，好地。嘿，有诶讲就是好地时阵，你可能看会到伊诶形，可能看袂到。嘿，我之前互我上介有印象诶一摆是，我那像小可有看到一个乌乌诶影，都敢若看到乌乌诶影，啊，毋过我看袂到伊生啥物款，看袂到面，就敢若看到乌乌诶影就伫遐。啊，甚至也无骹，伊就是一浮，就真正是一浮，啊，就飘伫遐。嘿，对。啊，就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啊，就足恐怖，爬袂起来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是啊，偌久啊？偌久哦，我煞袂记诶，因为伫发生迄个代志的时阵，听讲迄个你对时间的感觉拢会可能会较长，所以你对，所以可能体感可能有反正有半点钟，啊，实际上可能敢2点钟尔，毋是2分钟尔，嘿，实际上可能。我意思是讲。我是意思是讲，你尾啊爬起来了以后，你是这个中遮，你是搁困去吗？应该是哦，我应该是爬袂起来，啊，我就搁困去，啊，搁精神的时阵就无代志啊。嘿，我安势毋是要甲你破坏啦吼。才发生一个科学会当解说的代志，吼，再要一个插曲者。我进前嘛，其实嘛无足进前。当前尔啦，当出道咧做的时阵，在中遮吼，因为我有甲状腺亢进啦，诱发这人讲低血钾，低血钾发作的时阵，
其实就亲像去互人地感觉。哦，你目睭会当天开，你目睭会当转来转去，但是你就是热。我动一下手，动一下手指，就拢无法度叮当。嗯，啊，我迄当阵发生遮个代志，我是感觉第一个状况，我毋是感觉血红低，我第一个状况是身体拢无法度出力，这有问题。我着拼死哦，真正是用食黏的力哦，真正甲拼死，甲我的身体吼，就是去叫我的手去动吼，真正是用意志力去操控，去靠我的手指啊，因为吼，我已经感觉开始危险啊。哦，因为我连喘气拢叫要喘袂起来啊，哦，做个愈来愈无力。是，啊，我着敲电话119，嘿，叫救护车。啊，救护车的人问我会当起来无？我袂使，因为我是租厝的，所以会当起来无？我讲袂使，所以我会叫房东请因先叫救护车过来。我可最清楚的哦。尾啊，我着去敲第二通，我有法度讲话，但是强要无力啊。哦，就是勉强家己讲出来，就是已经我迄当阵咧讲话，迄种开口吼，已经是比安尼。我已经快要没有办法呼吸了。哇！帮我救护车！我迄当阵咧讲话已经是全安尼啊。哦，嘿，啊，尾啊，我着第二通电话，我着敲电话互咱厝主，帮迄个救护车斗开门。啊，迄当阵吼，真正是已经身体拢愈来愈虚啊！我会感觉讲，我喘气拢叫要喘袂起来，用喙咧喘气拢叫要无法度输迄个空气入来后。我迄当阵咧想讲，好，这救护车还袂来，啊，人生即马有啥物遗憾无？我迄当阵还袂甲阮女朋友说话，想想诶，感觉无，阮爸妈过了就好诶，阮姐啊就有成就诶，应该会当家顾，我应该无啥物担忧啊。啊，无个无害的人生就甲放弃啊！唯一无法度担忧的就是这直播打开始尔。啊，我讲啊，嘛无啥物成就啦，好啦，啊，就放互去吧。我原来就要强要放弃啊！啊，目睭咧已經要合起來，啊，呼吸嘛叫要等伊的時陣吼，伊叫我人員就，我就聽到叫我人員咧弄門啊！我講，天注定我閣袂使去，好啦，閣經濟。哦，所以你今仔日也會佇遮啦。我即馬閣會佇遮，就是因為安尼。啊，救護車的人就甲我送去急診室拍迄點滴吼，拍了以後，我是差不多2工了以後才恢復。哇！要2工，這2工的力量慢慢啊轉來，就開始會當呼吸吼，到手會當摕手機啊吼，啊，過來就是上半身會當壓起來。但是佫無法度落塗骹哦，我若是落地，阮有兩骹，規個人固佇咧遐。啊，阮佫互護士罵，護士就講，你要落門床吼，你要叫人，你要去便所，你要叫人，甲你鬥付的，無你若掛落，弄着頭愈嚴重。對。所以我佫互伊罵。啊，尾啊到尾我就無愛聽伊講，因為大家攏要上便所，大家攏要甲伊叫出過囉嗦啊，所以我就甲伊硬使用迄個。拐啊，甲電梯用起，用拐啊，家己勉強家己走去便所，安尼。啊，但是因為安尼就，我就感覺講，在講迄個去往店哦，是差不多的一種感覺吧。最擔憂是房東比少，不要壞我房價掉。伊也無差啊，拜託誒，拜託，這厝主台灣厝主佫無濟嗎？啊，通常毋是，若有人過往攏，迄個厝價通常嘛攏會加。啊，我迄當陣是因為安尼吼，啊尾啊，我好佳在我佫有佇遮就是安尼啊。啊尾啊，其實這症頭佫有發作過，差不多2-3屆。像我即馬佫互醫生佫啊經過啊，講你海產攏袂使食，完全攏袂使食。啊，你食胖吼，食麵吼，啊甲食。有甜的物件哦，攏要減下，攏要減，袂使食傷濟。到即擺生活就變安尼。我敢若知影海產甲迄個努力袂使。
恁遐咧，恁遐搁有啥物其他的代志要分享啊？无我继续讲落啊。好，我应该我。会使讲我学校的代志。哦好，我想要听我哪会讲学校的。听无恁的声音？诶，等者。好，就是讲吼，我大学的时阵，我还未上大学的时阵吼，还未开学嗯，正哈。嗯，我就有去过阮学校我迄科系的大楼，阮系大楼。迄天吼是暗时，我就经过遐，我就要找迄个车会使，互我安怎，互我转去，要登厝的对。嘿嘿嘿，对，我找无路，我就四界看。哦，恐怖。迄个时阵吼，阮迄个大楼啊，就是中风找无路，通好转去哦。无，规栋拢是顶关啊，拢乌乌暗暗。伊是电火向花艺跳。无，我去的时阵，伊就是全关的。哦，你去都无电火啊？嘿，哦，就无开啊。嘿，我就往内底看，我就看到吼有10几个人伫树内底拜拜。树啊内底。无，他们向里面大楼里面拜拜。哦，因咧向向内底咧拜拜。嘿，对。哦，伊是人吗？我到即马阁无确定，我看到的是人还是鬼啊？啊，无电火你才会看会到。就是有看到，才会伫遮甲你讲啊。人讲遐的灵体吼，有诶吼，因为伊是灵体嘛，所以因本身的即样讲，毋是人会看到物件，其实这是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嘛吼。人会看会到物件，是因为光反射，反射到你的目睭内底，所以你会看会到迄种物件咧成像。但是灵体因互恁看到是一个人讲灵魂的烙印，伊甲你的目睭其实无关系。哦，所以你若近视，你嘛我那看足清楚的。你嘛无一定是看会到清楚嘛，无一定，因为有人嘛是另外一种讲法，是因本身就会发光。哦，所以我迄当阵毋是讲看到迄只蛇啊，白甲会透光。嘿，哦，是这个意思啦。嘿，这个大楼阁无即件代志哦。阮迄个大楼天台顶有一个足大的太极的图，啊，就画伫咧天台顶，放伫咧遐。就画伫啊，咧毋是通常拢是咧顶刷才会放伫遐。等一下，恁学校是毋是伫女鬼桥2出现过？毋是已经，毋是已经啊！哦，讲到这嘛，真正会想到女鬼桥。对，因为女鬼桥2阮那嘛有一个，但是伊迄个八卦阵嘛是个，因是规个因建筑结构吧，无啥共啦。对啊。我迄当阵，看到迄去找迄个原油，就是伊的原型啦。我讲知影靠北，原来迄间学校是真正有伫的。恐怖。无啦，尾仔去往介意啊。嘿，我学校阁有第2个故事啊。嘿，请讲。就是讲吼，有一天我下课吼，就伫阮伫拄仔迄个大楼
下课。嗯。阮学校吼是安尼，下区有一个 U 型的车道啦，U 型的车道。阮大楼就伫倒边，中间吼是迄个行政大楼。我要落山吼，就要去正边嘛。安尼恁敢听有？恁学校伫山顶。我要经过迄个行政大楼。就是你讲行政大楼是伫 U 型的内底面，恁的大楼是伫 U 型的外口面，伫山顶，较我山顶遐，恁要经过迄个 U 型的车道，就是较会使落山就对啊。对。了解。总之讲吼，我的上课的大楼就是咧上倒边，我要去上正边，才会使落山。爱听有无？听有。我迄阵吼是中昼啊下课，迄个时阵应该是身体无讲足好的啦。我就行嘛，行到中间吼是迄个行政大楼，迄块嘛，对无？我要过迄个车道啦，去上正边。我雄感觉讲吼，有人伫我后边吼，甲我杀。甲你杀？毋着刷咧落，毋刷咧刷下啊！我就怪着我的只骹。哎哟！无咧应该无代志吧？看一声。人无落。看一声无联络啦。我就跋倒伫迄车道顶过。嘛是危险呢。夭寿啊！有车无啊？就危险啊！幸好说有那个。经过老师啦，去甲你，伊个轮椅甲我救走。轮椅啊？系啊。你是怪甲足严重，袂惊？2级扭伤呢。去怪着啊。系啊，我。安尼，歹势，我才先去食便所诶。好。我阁毋知影迄个。怪着阁有分级的，2级是安怎袂惊？迄阵时吼是好像，我拄则有讲有声音嘛。你有听到声音？对啊，迄阵是过静起来。我过啊，刚无法度去上课，搁要拄乖啊！应该无伤着骨头啊！无伤着骨头啦！无，头无安怎？但是讲迄个骨伤吼，到即马就拗伫咧啦。都有骨伤哦！安尼你可能就伤着骨头啊！你去翕迄个 X 光无翕着物件？毋是骨头，是讲迄个有时阵吼，迄个落雨无，较迄个观察的所在下。对。那你迄着变气象台啊？气象台，就是你若开始咧算，你就知影要落。天气开始咧变化的时阵，迄边就开始会酸啊。我的只手进前出过车祸等伊嘛是爱安尼。但是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你若有咧运动，人改善。爱运动。你若有常常咧改操，改操改拼，头开始先会足艰苦的，因为你遐加减。应该你过啊久应该较袂啦，但是拢会酸，拢会疼，超过一个坎站的时阵，但是你会发生，你等到你度过了以后，发生就是甲伊克服了以后吼，你自迄当阵以后，你若有是咧保持运动，你迄当阵
天气安那变，你就是袂酸袂痛。啊，不你迄个是我无运动。啊，就是我就知影，因为即马少年仔都无爱运动诶。啊，我嘛是，我嘛是。啊，你这迄个气象台迄个功能都无去啊？要创哈，迄有当时啊酸甲你出来就会酸呢，迄毋通安尼哦。有电视通看啦，看电视的就好，身体毋免有一个。你像阮爸，迄阵是即件代志讲互我国中同学，伊拢无甲我相信呢，我靠我个！相信呢。这代志我应该讲啊，这代志讲较粗，讲较歹听诶，别人伊若死袂了啊，伊若无拄过哦，伊拢袂感觉足艰苦啊。嘿啦，有诶代志是。迄阵是讲，我感觉有人咧杀我，因着无相信啊，伊着讲应该是你受单啦，莫受济啦。伊伊嘛无法度甲你安那，伊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你安慰啊。啥你无毋对啦。就真正，若是你科学无法度解说诶代志，有诶人就会讲啊，你这是压力伤大啦。对，无毋对。对啦。安尼我讲着这我若分享一个代志吼。哦。我进前读过，拢总读过3间大学。哦。因为我高中的时阵就后壁就袂爱读册嘛，拢伫遐咧耍，拢伫遐拍电动嘛吼，耍 CS 啦吼，所以早迄阵阵佫拄啊网咖打起来的时阵，所以常常拢无去上课，拢走网咖啦吼，所以人讲读册读甲足烂的，啊尾仔去互人分到一个足烂的大学哦，啊即摆迄个大学已经翘去啊，啊我甲恁讲啦吼，好啦，不要紧啦，恁知影嘛，不要紧啦吼。台南咸水有一间大学，即摆已經翘去啊，佫有彼岸伫遐咧，即摆佫伫遐咧判。我迄当阵，我迄当阵吼是伫上后壁后门，较我后門的迄個所在咧住宿舍。咱頭前有咱拢總有2棟，3棟攏是宿舍吼。我住的迄棟頭前佫有一棟，佫伊的1樓是行政的所在，2樓以上就是攏宿舍，有分，但是因為對面迄棟我毋捌啦，我是聽阮爸，因為阮爸嘛是阮位遐出來，伊是位遐讀專科出來，伊迄當陣就是有聽伊的人講伊的先輩啦吼，嘛是攏安尼甲伊交代，不管發生啥物代誌。絕對唔通上4樓，4樓迄站完全攏無人，嘛袂使入去，因為發生科學無法度解說的代誌，發生傷濟屆，死傷濟人伊啊！我迄當陣吼有一屆吼，就是因為咱就是袂愛讀冊啊，所以攏無愛去上課，攏走去網咖吼，攏翹課去網咖啊，攏耍幾暗的啊，下早時較過來困，攏攏無去上課。啊，迄當陣我就攏暗時，我就攏下課就走出去啊，下早時較轉來。啊，有一屆咱的迄個宿舍是4個人住一間啦吼。啊，咱4個人就是普通時就是較無咧講，我甲伊較無咧交流啦，較無咧講話啦，因4個人講。伊其他的人可能阮阿嘛是小可有毛病啦，所以拢有各自的迄个生活，就是当然讲算讲河水不犯井水安尼，迄个过家己的生活安尼啦。但是有一天呢，我要去走网咖，就是下课啊。我要去网咖的时阵哦，我迄个就常常有一个室友就甲我叫来，叫来，讲啊你搁要出去？我講嘿，你。即马吼，你若要出去吼，你暗时毋通伫暗时做晚的，就是日头还袂出来的时阵，你较长。哦，你迄当阵你就较白个咧，这是咱迄个人讲人讲迄个射箭嘛，毋是楼主啦。哦，咱迄个楼主啦讲的交代的啦。啊，我讲是安那，安讲，恁讲吼，即马拢宣布啊，讲叫咱的人吼。若是要出去
伫外口咧食饭吼，啊就会当伫路顶还袂欢喜的时阵就紧转来吼，啊毋通看对面迄栋，毋通抬头看，就惊你诶，毋通抬头看。啊我讲是发生啥物代志？伊讲，因为咱遐阮仔嘛有查某诶嘛，阮是住1楼是查甫诶啊，2楼以上敢是查某诶款。因讲有迄个查某诶吼，足侪人看到吼，伫迄个凌晨超过12点以后吼，伫遐看到4楼吼，有足侪迄个白色诶物件伫4楼透过窗仔伫遐咧飘来飘去啊。会惊。嘿，啊，因讲因即马吼2楼以上吼，我著头看，伊著甲我讲，伊叫我看咱诶宿舍，为2楼以上全部拢甲迄个窗帘拢扭起来啊！我讲看，哎哟，真正全部拢扭起来啊！你行去看着对面诶，啊，讲遐讲迄站，遐讲迄站吼，去防风雨啊，嘛袂使普通是连老师拢共款，袂使去哩，就是袂。使去哩，馆顶已经全部拢清空啊，拢无人，无器材，全部拢无物件，就是迄楼就是囥伫遐空置。听讲到迄间学校废弃，正正伊个是封诶。啊，即马袂变安那我毋知啊，即马已经封起来啊。你若较你若是有较注重家己诶性命吼，就莫想讲去遐探险啊，因为且阮爸迄当阵迄代就已经甲我讲就已经有即个故事伫个啊，足歹，迄楼真正足歹，听讲做法师爬袂落来，做过几啊摆啊，爬袂落来就是爬袂落来。啊，莫去哩都拢无代志哦。莫去哩都无代志哦，去哩就一大堆奇奇怪怪诶代志哦。去学迄个讲去学啥物玻璃插着，才烫过啦吼啊，毋知倒位诶铁钉啊啦吼啊，插着了以后感迄个就是感染啦吼啊，原来是小伤口变重伤啦吼啊，搁有这一大堆奇奇怪怪诶物件，拢这奇奇怪怪诶代志拢发生伫4楼迄边。恐怖。而且佫是上恐怖的数字，太会安尼。伊讲迄当阵是1235啦，无4啦，4不吉利嘛，所以因就改做1235啦。伊讲迄楼毋通去哩，不管安那就是毋通。所以其實是個。伊诶管，对，其實因為迄當陣伊迄層樓佮去哩，就是天台啊，所以。伊就是上悬顶遐个，伊讲迄当阵头开始先感染，歹势感染，我想起来伊遐讲迄当阵伫阮爸迄代开始的，足侪人为遐跳落来啊。所以伊迄遐足歹，原点足重诶，嘿。好，来就是个。我搁凊彩讲一个我伫台中迄当中发生的另外一个故事啦吼。这嘛是阮那是我家己无看到，但是这因为摊多这阿英哦，有讲，我叫你阿英敢会使？你会知？会使吼。阿英摊多嘛有讲到，因遐有一个代志足出名，有就过报纸的，有人报道过吼。安尼我嘛是讲一个，阮那是共款严重的代志吼。我迄当阵摊多甲恁讲嘛，我迄当阵伫台中咧做工课嘛，咱做工课无可能敢若做过一项嘛，我拢总做过3项工课，一个是咧做信用卡咧推销诶，一个是咧做人工厂诶保全哦，第三个是直接去工厂内底做人诶迄个作业员吼。我迄当阵迄发生诶代志咧，是伫咧做保全诶时阵吼，这是另外一个较严重诶代志。迄当阵咧做保全咧，就是因为迄当阵迄个女朋友伊要求较多啦吼，伊就嫌我时间拢做业务时间无固定啦吼，伊无法度安排去困诶时间，家己做伙处理，所以我就为着伊去换一个较固定诶，就
都转嘛，袂加班，时间到就是下班嘛。系啊，头仔开始先就是去顾迄个工厂，哦，真正有够凉，就是为下早是7点到暗时7点啊。因遐的员工拢袂甲你，拢袂甲你插的，所以你就是直接坐伫遐等下班安尼尔。有当时啊，帮迄个人讲较大尾的开一下门的，互因车会当驶入来。其他的代志就是，2点钟去巡一下人的厂房，因为伊遐是算正讲一个通讯，电信业接，电信业接。即摆佫有一个电信的公司，吼，啊，2点钟去巡一下厂房的，内底拢是人讲的伺服器啦、server 啦，吼，拢囥伫内底。为着要省电嘛，所以大部分99.9%伊遐的电火拢是关起来的，所以咱就是摕一下手电的伫遐咧巡遐啦，吼。我迄当中有记咧，咱的巡的迄个顺序是安尼啦，吼，位。头1楼无1楼就是办公室，所以无需要巡啦吼。就2楼、3楼、4楼全部拢是人的厂房，5楼是因大尾遐的办公室。那些嘛有哪要巡，因为因大尾无一定会来，所以因遐嘛要巡一下，看一下安全的。巡了以后，较搁坐电梯到地下1楼，地下1楼是咧放迄个消防设备的。迄个泵布啦，拢放伫遐吼。2点钟去巡一届，2点钟去巡一届，其他的时间大部分就是拢坐伫迄个保卫室内底咧，伫遐咧看小说啦，啊无就是伫遐咧看电视、看拍电动安尼较多，就真正就凉就爽的。但是咧，有一届哦，因为我是固定早班，暗班是一个阿伯，伊问伊是做暗班。咱伫迄下班了以后，员工拢会走出去，咱就是敢若咧顾门口，有当时人来，咱较需要开门去放伊入来安尼尔。暗班愈凉就对啊。有一天咧，我去交班的时阵，我就看咱师傅啦，就看到咧交班的人无共人啊。我就讲，今仔日哪会是你来？伊讲，无你原来迄个无做啊。我讲是安那，雄雄都无伊啊。讲对，伊讲发生代志。尾仔阮去问阮主管吼，咱主管是直接开，因为咱有所谓的通讯群啦吼，通讯群组啦吼。咱迄当阵无来啦，所以是用别个，我袂记这是啥物通讯群组啊，微信啊是啥物我袂记啊。迄当阵咧通讯群组就有讲，看到伊咧传消息啦，伊就讲，详细吼，就是伊无想要讲啊。我甲伊，因为阮2个人对交班咧，所以咱感情较好嘛，所以会约出来讲遮个代志嘛。伊就甲我讲，我就问伊讲，你为啥雄雄无做？你毋做了好遐搁足凉诶？伊遐也无甲你嫌，你是为啥雄雄无做？伊讲，无啦，我甲你讲，已经工厂吼无争气，毋通搁大，我嘛无想要搁继续大。我讲是安那？伊讲。过来就是伊甲我讲诶吼，我即马会当用上详细诶方式甲恁转述，我就甲恁讲吼。伊就是为7点开始嘛吼，7点开始就第一巡去巡了无代志，9点第2巡佫无代志，11点第3巡，奇怪，这电梯哪会怪怪？照你来讲，遐个员工毋是应该下班，迄电梯是固定停伫1楼吗？对吧？固定停伫1楼吗？但是为啥伊第一个伊尾仔去巡的嘛是伊啊？照你来讲，咱上尾仔一站应该是地下1楼，咱坐电梯起来就掉，因为咱无法度，唯一无法度去的用行楼梯去的所在，就是地下1楼，一定要坐电梯 ，only one 坐电梯尔。所以照你来讲呢，咱电梯应该是停伫1楼较对，因为咱是2、3、2、3、4、5地下1楼，搁落来转来1楼啊。所以照你来讲，电梯应该是停伫1楼较对。伊11点去巡的时阵呢，看电梯是停伫5楼。伊就讲奇怪，迄当阵就无放人入来啊，哪会安尼停伫好啦，可能家己看毋到伊，也是安那伊就
无想遐济，继续去顺伊的，因为正常人无可能就是雄雄想着即步啦，吼、好，啊，过来就一个为1点的时阵，就是开始发生代志啊。伊1点的时阵呢，伊去顺，咱就行楼梯行到2楼，咱不坐电梯坐到2楼，坐到2楼顺了，坐到3楼顺了，坐到4楼顺了，坐到5楼顺了，无代志哦。坐到地下1楼顺了，无代志，拢无代志。问题来啊，因为地下1楼要坐电梯要去1楼的时阵，佮看到迄电梯，佮互人试到5楼去啊。但是重点是有会当开门的，就敢若伊尔。迄是爱路卡。大遥控器。电梯是遥控的。毋是，铁门，你要即个厂房，你一定要开铁门，无你无法度起来，迄个是安全无啊。迄超过5公分这重的门，实心的哦。哎呦，所以你要用白 TV 讲，你要真正用白牵锁啊，用白入来，无你无其他的方法会当入来。有啦，听讲因遐 CEO 是有遐的迄个，听讲遐上大尾遐是有遮遥控器，咱直接自由进出啦。啊，伊嘛无想遐济，伊就好甲电梯取落来嘛，啊，佮倒来1楼，啊，伊就想讲去看一下监视器，看5楼倒一个大尾倒来，这是毋是咧摕物件，还是雄雄咧加班呢？结果伊去看5楼，无啊，电火拢无开啊，敢若迄个紧急逃生口的迄个青色的迄个光咧，迄个电火咧光尔。伊就讲啊无啊，刷，伊就继续看伊的小说。但是雄雄哦，因为咱会当为警卫室直接看到电梯的所在，伊个雄雄看到电梯，佫开始为5楼遐走。伊就干都无人啊，是看到鬼哦，伊就看监视器，无人啊。伊敢是看会到电梯内底？是无人啊。无人啊，空的啊！重点是内底，照你来讲，你会试电梯，你应该迄个楼层的按钮会关掉无？嘛无关啊，但是电梯主动家己走去5楼哦。5楼电梯靠稳啊嘛无人哦，遐嘛看会到，遐嘛有监视器哦，拢无人哦。哇！嘛无试哦，电梯家己走去5楼，伊就感觉足奇怪哦。是毋是内底电子零件，还是电梯有故障啊？迄足危险，是毋是要通知一下厂商诶？伊就讲这去试看卖啊，去试看卖啊好啊。伊就甲电梯去试倒来1楼，试倒来1楼了以后咧，伊就去坐倒来咱诶守卫室嘛，吼，去看咱诶监视器。那雄雄内底有一个人电梯内底有一个人，你走去5楼，我无法度。伊就讲是毋是擦肩而过，拄好为另外一个所在入来？你着看迄个人去走去倒位，迄个人行出去无去啊？无去啊？电梯行出去，照伊来讲，应该是接5楼的梯间，搁入去咱5楼的办公室内底。梯间无人影，完全拢无人影，电火嘛无开开。我要带你啊！你讲靠腰是咧创啥货？伊就讲是毋是家己伤忝，还是安那找一寡理由，互家己较莫遮尔，就是会惊呢？伊就随后是毋是伤忝？伊就佮去甲电梯试到1楼去，伊个坐倒来，好，接下来啊，伊就坐倒来，座位停了以后，伊个看到电梯个向悬顶啊，重点是内底毋是敢若一个，是一群人个刷，迄群人透过监视器的镜头来看。应该知影镜头伫倒位？全部的人哦，拢抬头透过监视器的镜头来看。有够恐怖的啦！伊就惊到，真走出去外口敲电话求救，你安知？真正会惊！伊敲电话求救，你安知？结果伊敲电话。就搁刷，敲电话敲到一半跳电，规个联络顶全部拢坏去。
真系惊死！跳电哦，全部喺路顶全部拢欢喜哦。伊就伫遐咧IT 叫尾啊，伊就哪敲电话，伊就手妈妈无爱顾啊，直接敲电话甲交代，家己就放空声，门拍开，骑乌多摆就走去啊啦。我真挡袂掉。挡袂掉啊，真正挡袂掉啦。所以尾啊，咱组长较找一个代班的来甲咱斗到工场。但是问题来啊，后壁来过迄个，伊阮仔发现讲电梯有怪怪的代志。好，伊电梯会家己乌白走。嘿，尾啊找迄个咧顾电梯的厂商吼，足久无联络啊。听讲因小久无咧保养电梯啊。所以因请迄个厂商来顾的时阵，后壁就咱去互人换所在啊。迄个厂房无爱互咱去啊。去互警察来诱线啊。什么意思？电梯的上下底发现一块尸体。电梯井上下底遐发现一个干尸，已经死几啊，已经死足久啊，非常久啊。这个代志有上报纸，哦，是凭迄个建筑更较久以前的代志，还是？无，就是唔知影去啊，但是看会出来，迄历史的已经规个拢打椅啊，变木乃伊啊，你敢知？哦。但是是完整的尸体倒伫咧电梯井内底。救人哦！听讲吼，听讲啦，听尾啊后手是咱主管，这毋知是真诶假的，就是咱主管是甲咱讲啊，讲，迄可能是真正，因为因足久无找迄个厂商来维护因的电梯啊嘛。因电梯有当时卡伫杆顶吼，下骹的人，员工吼，哪讲电话无注意到，就电梯无落来，伊嘛无注意到，就直接踩空，就直接落过啊。有讲迄电梯落过无死啊，落过无死哦，电梯落的时阵带电视。电视是电视的，有可能啊，听讲啊。咱自迄当阵代志发生了后，因为咱是莫名其妙嘛，咱是互人换案场的，所以咱莫名其妙嘛。咱主管就甲咱讲，恁今仔日开始就迄边莫顾啊，迄去顾别位啊。咱就问拢无爱讲啊，就讲莫问遐济啊，反正叫恁去倒位顾就去倒位顾，靠遐去尾仔去往掠去顾豪宅。迄当阵就是后手吼，咱问搁较悬的主管，较甲咱讲有发生遮个，是讲遐有尸体有出现，遐有发现迄个尸体倒伫上内底安尼。去恐怖啊！但是为啥是会当看到足侪人咧？这我就无了解啊，因为迄个先摆吼。就敢若后手有甲我讲遮个代志，后壁就无搁联络啊。伊尾仔敢精神嘛无啥稳定，所以伊闪电辞职，咱遮个主管嘛无表示啥物物件。伊真正是，这就算敢若惊着，应该嘛是惊甲足严重的有影呢。拜托目睭直接对看。对啊，这有够我用想象的，我就已经要起价不好配啊。恁有啥物故事要分享的无？因为我无拄过啦，所以我恁无拄过，安尼我搁讲另外一个好无？我搁接另外一个好无？这嘛有哪有你会当起基本配迄个基本配迄个等级的？因有啥物要讲啊？有要讲的无？我无，会使来。因为这个故事若是搁讲落吼，可能要到12点嘛。我先甲恁讲哦。不要紧。我感觉你讲故事有够好听的呢，你继续讲好无？好听，真好听。好，安尼就是嘛是阮仔是共款吼。啊，你会惊？会惊，才有迄个滋味啊！我阮仔是讲，我迄当阵伫台中，我毋是讲我交过迄个女朋友嘛吼，迄个伊本身为啥伊有体质咧？伊互我看过伊的族谱啦，吼。
伊真正有族谱，好老甲已经互糖啊夹甲叫要破糊糊，但是佫看有出来迄个线条安尼。哇！伊上悬顶遐吼，到正经的是因为伊是混血儿啦，伊毋是纯的台湾人，伊是日本人共台湾遮的混血，虽然讲隔足侪代啊。伊妈妈迄边咧，又甲上头前遐吼，伫日本遐是咧顾人的心社的迄个，人讲巫女啦，道和神社啦，听过吧？是毋是做有名？这我当然无了解啊。道和神社是有足侪间的啦，对，足侪间啊。就亲像阮土地公啊嘛，足侪间的共款啦。因讲因毋知真几代义的迄个阿嬷是迄当阵咧做遐的主持巫女啦。所以伊传到遮，因兜的人吼，阮仔加减拢会看到遮的物件，尤其是伊伫厝里，因为啥讲来甲我，伊其实甲我做伙一礼拜尔，伊就搬过来甲我做伙大波动啊。伊有头开始为啥一礼拜伊就要搬过来咧？因为因妈咧做工课，因妈是护士啦。所以拢会带迄物件倒来呀。好，我开始惊。所以伊会想要搬过来大就是伊感受会到，所以伊会开始要伊会看到，伊会看，伊直接看好过来吼，咱故事开始吼，就是咱迄当阵咧做伙的时阵，有一个朋友吼，是人讲好姊妹啦吼，拢会家己做伙咧出去耍啊，嘛教我算者讲。就甲我讲的安尼啊，大箍啊吼，几公斤我都毋知影，70几啊80几我都毋知影吼。咱迄当阵就是伊拢会伫下骹吼，就是咱咧停车的所在吼，甲阮女朋友伫遐咧开讲啊吼，因为因算者讲迄当阵佫是学生啊，读夜间呢，下课了以后，倒来咱兜就会伫遐咧开讲啊吼。因为咱遐是算者讲拢是大楼嘛吼，所以遐的风笛就非常透。伫遐吹咧吼，有当时吹的真正会寒，尤其因吼拢无咧运动的身体就虚的，所以我有当时吼，惊伊寒着，我会穿寡外套的去遐准备，就是伊感觉寒的时阵，大概天衫安尼听因两个人咧开讲，因两个人坐伫乌托邦馆顶咧开讲哦，因为因朋友咧，阮仔嘛知影讲，阮女朋友会看会到的好兄弟的代志，伊阮仔看会到。但是伊朋友就是人讲子女啦吼，讲话嘛较粗鲁啦吼，嘛是个足够足爱铁的吼，所以伊拢会伫遐咧家烦就是白目。伊知影伊看会到，但是伊看袂到啊，所以咯，伊就直咧家烦，讲伊嘛想要看，直直想要家烦。迄天嘛是吼，阮仔嘛是安尼家烦，然后伫遐撸到下暗8、9点的时阵，无不止10点11点吧，搁较晚的，对，搁较晚的，撸到迄当阵吼，我就感觉讲已经开始要忝啊呢，恁两个人搁要开讲吗？我就伫遐甲阮女朋友讲，阮女朋友就是感觉讲讲了嘛差不多啊，就要放煞，就要去哩啊。伊就伫遐甲阮女朋友诶讲，伊想要看，伊想要知影倒位。阮女朋友就撸甲就袂爽诶，伊就骨头直接指向咱诶大迄栋2楼，遐有一个人讲，毋是有当窗仔后壁拢会加装啥物铁窗啊有无？嘿，迄铁窗啊，毋是拢会放着花啊，啥物物件伫遐有无？咱有分，咱迄栋大楼吼，拄好个结构才要甲恁讲一下吼。咱大迄个大楼诶，有分东西栋，我是住伫西栋，伊是住伫东边呐，东西东西两边啦吼。我是住伫西，伊是指东边迄栋诶2楼，迄栋2楼有一个
有一个铁桶仔遐，伊就指遐。啊，伊朋友就讲，伊朋友就伫遐，搁伫遐讲声啥，好啊，迄边有啊，我看者，结果伊看咧，规个人讲伊，就停伫遐。这样看到，啊，我就看伊差不多戆差不多要10秒啊，我就想讲奇怪，啊，遮高铁的人哪会向点伊？啊，我女朋友人拢无叮当哦。啊，尾啊，我女朋友就尾啊讲满意了吧？安尼我走咯，啊，伊就要起哩啊。啊，我就讲是咧创啥？我伊朋友就向醒过来，伊就甲我救下，讲我敢会当对恁起哩？啊，我想要继续讲。我哪会啦？好啦，你要讲，恁两个就继续起哩。啊，无你陪我啊！伊想要困，你互伊先去困嘛。你陪我开讲嘛。你到底是要创啥？好啦，凊彩你啦，我就甲伊带过咱大个所在。啊，伊就伫遐咧甲我愈咧讲吼。好，这无讲落就搁说啊，这一讲落吼，阮女朋友拢已经走去困啊，伊搁甲我拖咧，无爱互我去困，你敢知？拖到差不多4、5点，迄当阵我看日头已经走出来啊。哇！哦，你真正是足高铁的，但是日头起来了以后，我看会到伊的面，因为我女朋友要困嘛，所以已经是甲电火关起来嘛。日头起来的时阵，我看到伊面，哦，夭寿啊！你的面哪红干呢？你的喙拢咧发青呢？你是咧创啥？啊，伊就讲，无我就小可无爽快。你无爽快，你也无早讲，伫遐咧踢，你先去歇困啦。啊，我等下较甲你叫起来。啊，规附近的迄个诊所都当时8点半开门啊，你搁恁来者。啊，我去帮伊用水安那。我女朋友就是倒伫门床顶，拢无爱插门。啊，到尾啊8点半的时阵，我就甲我女朋友叫起来，我讲恁朋友发烧才最严重诶，因为我有去问伊诶。好啦吼，啊有咧发烧啦，啊该量者啊40度、41度啦，惊死啊！嘿，啊我就讲你咧烧到像咧白，莫讲人就已经有到白痴啊，莫讲烧的真正比白痴安尼，我就紧甲伊带讲两个人甲伊一人一台迄个，一人一台。歹势，我这个人讲诶，较好笑。哦，我就讲，甲伊拖起来讲，恁朋友要烧到像咧白痴啊，紧甲伊带过看病啊，伊就足无甘愿诶。咱一个人就骑一台奥多摆吼，啊伊骑一台，我骑一台，啊甲因朋友载过看病院吼，啊，结果来啊，问题来，病院看讲，啊，我看身体种正常啊，哪会发烧拢袂退，啊无我开一下退烧药啊，互你食吼，啊看卖啊情形安那，结果食诶吼。啊，咱搁转去休困嘛，还互伊坐伫咱兜休困，互伊倒来安尼。坐到差不多10点遐吼，9点10点遐吼，伊搁还袂退咧，嘛是拢烧到遮悬咧。啊，我迄边我女朋友就看袂落，伊就一边足毋甘愿，就讲啊，带伊去因兜遐啦，载因转伊啊，带因去因兜遐边仔有一间庙啦吼，带伊去收惊。讲是咧创啊，啊我就好无就。人讲死马当做活马医嘛，啊就好啦，那个当有啥物方法就互伊去用啥物方法。结果吼，去互遐个人讲西港吼看者，啊烧啊符纸啊吼，烧做符啊淋水互伊啉袂，了以后吼，甲我收500块，伊迄500块到即摆已经10几档啊，嘛是甲未还我。无怪你这故事记甲遮清楚吼。啊，结果伊就互伊啉了以后，坐伫遐休困吼，伊就出来甲我问吼，伊讲啊，恁是安那？人讲人吼有3魂七魄，你这7魄已经有2魄被人家吓走了，你是安那？你要找迄个？你会无行吗？我无去啊，有够恐怖的，你莫甲我舞即出的。现场发生。阿英嘛无去无，阿英是我讲的，歹势。啊，我等来。欢迎等来。真假啊，真假啊！歹势。我甲阿慧。我等来。这好歌啦，歹势。啊，看我讲的哦，人讲迄个西公就甲咱讲哦，人吼有3魂7魄啦吼。
这7破哦，这个女生都被吓走了2破而已，恁是有出去车祸啊？想到我无啊，我无奈安尼啊，啊恁这水啉啉的吼，啊等伊休困一下，应该无偌久就退烧啊。结果我就想讲，哪有可能这热，哪有可能这准呢？结果就住啊因兜，就住伫附近嘛，啊就载因转去。哎，咱要转伊，搁无放咱走，伊就讲看伊咱陪伊去哩无？啊因兜就敢伊妈出去上班啊，伊拢无啥物这插这个查囝的，所以伊就因兜拢无人，所以去了以后吼，我看我就陪伊咧陪开讲嘛，啊我女朋友嘛醒啊，所以就伫遐哪食饭，哪看咱两个咧开讲安尼。咱差不多10点遐去收惊的，啊咧食药啊，2点外钟拢未退烧，收惊收一下半点钟就好啊。真正有够咸的。啊，结果我就伫遐咧甲伊问吼，是讲是要创啊？啊，伊都嘛无爱讲。啊，我甲阮女朋友问，阮女朋友嘛无爱讲。啊，结果拄好伊甲我拢有食薰啦吼，所以伊就甲我招去伊的会当食薰的所在，伊就讲我讲好啊，陪伊食一个薰的。啊，就陪伊食薰的时候，伊就甲我讲，我讲你是安那？你到底是安那讲？我以後唔敢個等你白目啊！你知影你白目啊吼？你小會發生啥物代志？講迄當陣，伊毋是叫我看迄邊嘛？我講嘿，我迄邊我頭牙過的時陣，我看到半粒頭，目睭我甲我對着，所以我攏無法度甲目睭刷開。我講啊，半粒頭，你是頭殼講的你甲人的花盆看做頭，你講無？你若是講是安尼的半粒，我可能閣感覺我看毋到，但是伊是為中破直來破開的迄種半粒頭，剩一粒目睭迄種半粒頭咧甲我看。啊，就敢若剩一粒頭浮佇空中，浮佇人的天堂遐，你甲伊看。啊！伊毋是原底拢看袂到，啥啦？向要愛互伊看會到，就看會到。這就是我講的科學無法度解說的代志。啊，我關伊的故事吼，閣有2-3項，但是我看啊，差不多。哇，做人真正袂當鐵氣呢，真正毋通鐵氣。哦啊，好啦。閣有7分鐘吼，我簡單講一下第3項發生的故事好啊，好吧？來。台中有一個鬼樂園，唔知影大家人有印象無？無聽過。是迄卡多里嗎？是哦。雖然講後壁官方的講法吼，是講迄是無發生過代志，只是營運不善，所以倒伊的。但是咧，在地的人攏知影。有出現過代志無？在地的人攏知影吼，啊，這我就無解說誠濟啊吼，這請各位去家己去了解吼。我女朋友迄當陣就鐵氣啊吼，去因為伊家己本身的心臟有問題，所以伊無法度去坐像迄雲霄飛車、大怒神這種物件，伊嘛無法度啉酒，伊心臟有問題啊。但是咧，有當時啊少年啊，就是白目啊吼，就想要個。自這個去做迄個刺激的代志哦，啊就無愛命安尼啊，所以吼，迄當陣常常咧家己為着伊的健康咧掠咧冤家啊。啊，伊迄工嘛是吼，伊講想要去，然後講看你的心臟都有問題，你去走迄啊，你是咧頭殼歹吼。啊，伊就尾後伊就佫舉起來，我就講好啊，佫要冤家啊，好啊，毋通哦，安尼好啦，無你去啦，但是我一定要陪恁去安尼。迄當陣咱就講袂使入去哦，就敢若佇外圍安尼爾，就敢若佇外圍靠一陣，看了就放煞，咱就轉來食一下飯的，就各自啊，好無？啊就講好，伊妥協啊嘛吼。咱就佇外口，徛倒擺一個人嘛是共款甲伊朋友做伙啦吼。我載我女朋友嘛，我甲伊朋友徛一台嘛，吼，咱兩個人就靠一陣佇遐咧，啊向靠到一半咧。阮女朋友拄啊向甲我叫停，講停車要創啊，遮攏吵啊！你要停車要創啊？伊講你就停，
我停好停，我停落来，啊伊就落车，伊落车就徛伫遐，看一个方向，看迄个草仔的方向。我讲你是看到啥？伊讲伊都无讲话，我插我，向哦，伊就开始行过。你是咧创哈？那个我就要甲伊个颈仔头摇掉，结果我发现讲靠背毋对，伊迄当阵嘛才46公斤，我一个60几公斤的人去互拖咧走。啊！结果我就讲靠背哪会安尼，我就紧叫伊的朋友紧甲斗友。结果我甲你讲啊，阮伊朋友愈发大箍嘛，60几70几嘛，两个人。伊连伊拢强要互伊扭过拖袂掉，伊才40几公斤尔。哎，做一摆救恁两个人就对啊。阮伊朋友就看袂落来，伊就雄为头壳大力甲扒落，啪！啊伊就我头拢为什么要打我？啊，你没有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吗？你干嘛一直往前走啊？啊，伊就看看，哦，啊就安尼轻描淡写，咱就。坐车，咱就上车跟落山。那嘛是逼足久的啦，因为伊拢我唔知影即摆少年仔拢安那，问讲有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拢无爱实在讲，哦。我即摆的女朋友嘛是拢安尼，干真正是拢要，哟，一直撸，直撸足久的，较要讲实在的话吼。即摆趁伊无伫的，听伊听无，紧讲伊歹话。啊，伊迄嘛是阮也是安尼啦吼，啊，就撸到尾啊，伊甲讲。伊迄当阵听到有人咧家叫，啊，身体就家己叮当啊，啊，咱咧家叫，咱咧家救，你拢无感觉，伊就知影讲有人咧家叫，哎呦，要去遐，伊想要去遐，身体就家己叮当啊，哎呦，啊，其实咱迄当阵吼有去救迄个 Google 的相片吼，有去救迄个 Google 的相片，因为迄当阵 Google Map 已经。有大家人拢有咧用啊嘛，啊我迄当阵嘛去用迄个 Google 的相片哦，啊就去发现讲吼，伊行过迄个方向吼，上内底遐吼，有一个井伫遐啦，有一个井去互封伊的井伫遐啦，啊我咧讲你看到的是毋是这？伊讲嘿。哎呦，这是一个井呢！你敢知影你要行去倒位？讲我嘛唔知影，我就听到有人咧搞叫啊。家仔有甲伊扒落。这就是第二个故事啦。哦。安尼我时间控制啊袂歹啦吼。足好诶！大家学起来哈，扒对有需要的时阵会使考虑一下。听起来是会当解决问题哦。因为讲实在话啦，迄就亲像一个人讲梦游啦。听起来有成啊。就成迄个梦游的状态啦。所以刺激疗法有当时啊真正是有效的啦。把好你的精神得对啊，把好清包气啊，把好气，对。哦。其实我遮的故事阁真侪啦吼，因为。人讲伫世界遮走，人爱经验已经是算是讲，袂使讲足丰富啦。人讲可能甲一般的人较无共样。即马拢已经算是讲是科技的时代，大家人拢秘伫厝内，无像咧进前的时阵，大家人无代志拢会伫外口走来走去嘛。所以拄着的代志吼，嘛阮仔嘛较济，啊嘛较济故事较好讲。啊，虽然讲对我来讲，本身来讲可能拢无啥物了不起的，但是外口的人有几个就感觉讲，吼，你哪会拄着遮济故事，遮精彩安尼？就听起来故事有影趣味啊！因为系啊，像我之前伫酒店做过公关嘛，啊，搁有伫人讲行歹路啦，嘛阮也行过。所以迄当阵较乱啦，啊，因为拢伫外口咧行，拢伫外口咧耍嘛，啊，耍的都拢会拄着遮个故事吼。若是有遮个兴趣的人吼，会当伫我有迄个
开台的时阵吼，来走过来甲我问嘛不要紧，咱来做一下开讲嘛不要紧，不用管主题吼，哦，安尼就麻烦各位啊。好，安尼咱要是照迄个听书小，就是请大家宣传一下，最近敢有啥物想要宣传的代志好啊？咱赶快为倒手边，咱互阿英先来。我袂记先传互你啊不。要紧，你即摆互我买单。敢会使？会使会使啊！你等我。你有图要咧，互我打下。等我一下。好，安尼你先吹，安尼咱千羽头拄敢有算宣传，还是你有其他较想要宣传的代志？无啊，因为最近其实我有有加神啊，对直播这样代志有加神啊，所以其实大部分我拢纯联动尔，啊，大部分其他的时间应该无啥想要开台，因为拢忝啊，小可有较忝啊，尤其即摆生活开始无稳定起来哦，即摆搁开烦恼现实的工作的代志。好啊，有啥休困一下嘛，袂歹。哎呀，就小可休困者。好，我先哦，掠只迄个阿英要宣传的。我掠只图吼，大家小等。啊，你若要开始讲，你会使开始讲啊。就是讲，我有一个联名的餐厅啦，大家有去台中会使甲我支持一下。哦。饭盒我就拢有甲恁试食过啊，就是珠宝有保证的。哦，有挂保证的。好食的。好，这是你迄个联名迄个。你放伫遐特别的，还有这啥餐的店啊？嘿啊。联名活动啊。嘿。对，就是我的印象餐点。是为正月12开始，所以已经开始啊。啊，伊是为迄个2026到2025。哇，那安尼来，互大家看较详细。我讲。哇，2026到2025，这有做科学无法度解释的现象啊！哎哟，哇，伊是倒咧走的就对啊，惊死人。对啊，时间会倒。安尼已经无安尼，安尼已经无安尼。有开，过年有开。过年有开啊？哦。你甲迄个5加一条线起哩。嘿，改做6就好啊。头家信耶稣的，他们家应该不过年。啊，咁是安尼？哦，我唔知。过年跟耶稣无关系啊。可能有时啊嘛是会照迄个风俗嘛是会过一下吼。玛莎曼咖喱鸡肉配餐烤饼，芒果哈密瓜气泡饮，好够甜的。茶冻这袂歹。茶冻袂歹，你有介意茶冻？好酷哦！哎呀，阿里山茶，我即马咧泡的茶就是阿里山呢。哦。哥布林小火锅是把哥布林放进去煮吗？有哥布林啤酒哦。哈。伊迄咖喱是有迄个饭哦，让互你配无啊？饭哦。啊是伊就敢若烤饼，互你会当。这套餐的主食就是烤饼，因为它是印度的那种咖喱，不是日式配饭的那种。你想要食饭嘛？会使甲头家讲啊。会当换的对啊。你会记啊？你摆安尼，亲像我咧宣传，毋是伊咧宣传的。咱阿慧无介巧吼。请大家包容者，安尼。哎，对。阮将这个餐吼，就拢有特点的透卡，是这个跟主视觉同款的这个阿银女仆的透卡哦。哎呦，
老介意妹大家就可以带阿莹莹去游山玩水了，游山玩水。好，太好啊！啊，敢若台中有哦。歹势啦，无较无够大尾。会使北部嘛有啊，中部嘛有，南部嘛有，啊，要求伫高雄开店，麻烦者，该建议者，麻烦者。高雄有淡薄仔困难啦，歹势。安尼你食你的火锅，我食我的丹丹就好。哇，也是好啦，总有一天甲丹丹联名啦。新姐啊，新姐啊！哇，好啦，安尼大家就是爱来旅行者哈，爱来爱到台中才有法度迄个摕到即个叫做啥，叫做即个特点，嘿。好食的物件。即马看即马天寒，紧去食。即间餐厅吼，冰中的时阵嘛会甲阿英的频道啊，其他的主播嘛会转播，因为节目甲那个会着。就是伫迄间，我知影伫迄间店内底，就是会转播有一寡有配合的主播就对啊。对，算是讲伫遐会当看台。那食火锅，那看阿英就对啊。对，袂输迄个有诶美食的餐厅，就会放迄个拍球的比赛，迄款感觉就对啊。好啊。你遐伫中区哦，我之前伫北屯住。北屯区崇德路，我之前住伫迄边。做工课是伫西屯，迄个中部台中工业区，台中工业区啊。这么详细的吗？对，你这个讲，伊真正拢无咧，应该无咧惊。我无咧惊啊！你观众要招我出去食饭，我嘛 OK 啊。伊真正较 free 的吼，较咧甲。我是较 free 的。真正甲观众当做朋友安尼。我之前伫进前打出道的时阵，我去台中遐，我去台北遐参加迄个动漫展有无？我伫捷运馆顶去我的观众抓着。直接认出来就对啊。嘿啊，伊讲我穿安尼，我的声音阁足好啉的，伊讲你根本就无痛 cos 自己啊！一看就知影是你的对啊。对。哇，就是本人。即摆已经变大颗啊，所以无成啊。原来是安尼。有人直接讲蛇啊，钓虾换。钓虾？恁家己招的哈。不要紧，来我的遮来甲我招，不要紧。我做 free 的，你要伫我的 DC 内底咧甲我讲543，我嘛拢 OK， 好无？恁真正会当直接烧招去迄落啊，去钓虾啊。真的吼。好，哇，哥交到朋友啊，恭喜！还是恁原底就是朋友，我毋知。无咧，无实在。我本无实在。反正无熟悉。真个有机会。你是讲钓虾迄个？钓虾啊！我无啥物印象啊，因为即马 YouTube 的拢毋是用本来的名，拢是用就讨厌。对啊，毋知啥物时阵会个改好好，毋知吼。反正伊就是决定要安尼啊，嘛有可能。伊讲决定就要安尼啊，听讲因为办迄个假账号的人伤济啊，所以用即种方式对互人袂使冒充啊。原来，不认识陈烨啦，我是说认识。应该是讲迄个要熟悉千语哈。你要钓虾嘛会使啊，你要海钓嘛会使啊。我知影一个所在当有船，阮朋友有一只船会当载你出去的。
但是伫海钓就要2工，就要上少要2工啊。哇哇哇！所以迄要找迄廉价的时阵，看你转来较袂遮忝。哦，趣味呢。小光啊，哎，咱拢走过迄个，咱拢一只赛车去台东吼，啊，去遐坐船，啊，坐去像迄那个绿岛共台湾中一段遮咧钓啦。哦，啊，就伫船馆顶现钓现烘，哇哇哇！伊足够处理鱼仔的。哇，足青的呢。嘿啊，现钓现烘，伊进前钓迄个哦，伊连迄个有毒的迄种鱼啊，叫做啥物狮子鱼哦，伊拢会晓处理，足厉害的。哎呦，哇哦，无简单，无简单。嘿啊，但是无啥物肉歹食。哦，处理了就无通食安尼。伊个本地就无啥物肉啊。哦，哎，伊没有钓过鱼，不要紧啊！伊遐钓鱼就是趣味，你甲迄个钓竿放伫遐有鱼来，伊就会拎啊咧叫的时阵，你甲揪起来就好啊。其他时间大部分拢伫遐咧烘肉开讲啦。钓佚佗毋是钓比赛的。对啊，缺点就是无信号啦，所以你手机也无大多用啊。哦，安尼就真正爱活在当下。哎啊，就是伫遐耍牌啊，拍麻将啊。哇，袂歹呢，袂歹呢。伊迄船袂细只，所以伊迄伫馆顶有会当摆迄个桌啊，伫遐拍麻将。电动的哦。啊？电动的迄个桌啊？无啦，细条的，人讲会当组合桌啦。哦，我想讲是游艇哦。无啦，伊迄船嘛细只的尔，但是伊内底上少，你拄着雨的时阵，你有通好味啦，你会当味伫内底啦。啊，系啊，啊不正前伫遐咧过暝的时阵，伊就讲啊，伫遐台东本岛伫遐无聊，啊无咱少少出去钓鱼。我讲啊，讲钓就钓，伊讲啊，遮的鱼龟我拢有啊，啊船我嘛有啊。你要去就一只赛车过遐停的，人就上船就走啊！哇！啊，到尾伊就迄个，啊，伊正前做5斤粮的头家啦，所以就好嘢啊！哦，哇，这种生活嘛趣味呢，介趣味。啊，伊即马拢放互伊的员工咧管啊，所以伊拢无咧插啊，伊拢四处游山玩水，咧享受啦。系啊！袂歹。袂歹啊！啊，伊个大新呢，无错啊！哦，安尼迄条钱就是孤一个人咧享受。对啊，哦，就爽诶！这较人生哦，人生胜利组。哇，好，安尼今日时间嘛差不多，难得有这个机会吼，逼大家用台湾话做伙开讲，有影趣味，安尼咱就若有介意听虽然阿英平常时开台可能袂讲遮济台语，啊毋过若有介意阿英就请订我阿英的频道千羽应该讲台语机会较济啦，吼若有爱听伊讲故事吼想要甲伊开讲，嘛请去订阅伊的频道哈。感谢各位啊！多谢大家。迄个你要订阅吼，我是双平台啦吼，会当麻烦各位一下咧，土起港 YT 吼，加拢有咧同步直播啦吼。若是会使的话吼，希望大家人会当斗相共者，两边拢甲我做一下人气的吼。吼安尼帮斗相共者，麻烦各位。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差不多到遮吼，安尼就甲大家讲再会咯。希望大家应该是困得去啦吼，应该无遐惊啦吼。安尼就两位晚安吼，大家再会，拜拜。好，感谢你，感谢你。耶，感谢。